自2025年11月25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找回身份的意义。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斯拉记第8章第10到14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8章，下面是亚达四世王在位的时，甲我对巴比伦倒转来的族长，甲因的家谱。费尼哈的后代有吉顺，以他玛的后代有但以理，大比的后代有哈督，示迦尼的后代、巴录的后代有撒迦利亚，甲伊做伙转来，照家谱算，有查甫人150名。阿哈摩押的后代有舍拉希雅的囝以利用乃，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200名。撒土的后代有亚哈色的囝示迦尼，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300名。阿丁的后代有约拿单的囝以别，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50名。以兰的后代有阿他尼亚的囝以赛亚，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70名。示法提雅的后代有米迦勒的囝西巴底雅，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80名。约押的后代有亚赫的囝俄巴底亚，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218名。巴尼的后代有约瑟费的囝示罗密，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160名。比拜的后代有比拜的囝撒迦利亚，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28名。阿甲的后代有哈加坦的囝约哈兰，甲伊做伙的有查甫人110名。阿多尼干的后代较慢转来的有以利法列、亚利、示玛雅，甲因做伙的有查甫人60名。比吉瓦伊的后代有乌太甲撒克，甲因做伙的有查甫人70名。找回身份的意义。以斯拉接受亚达四世皇帝指派的任务了后，就着手有备转去耶路撒冷的计划。伊清点所有要倒转去耶路撒冷的宗族领袖和一切所需要的物品，佮列出逐宗族领袖的名佮逐宗族的人数。早期犹太社会伫咧计算人口的时，通常干那计算成年的男性、女性佮未成年的囡仔，无计算在内。若照呢推估，回归故乡的实际人数应该比记录的人数加2-3倍才对。伫上主的带领下面，犹太人的回归分3阶段。第一阶段由所罗巴伯主导，主要任务是有备重建圣殿的材料。相隔80年以后，第二阶段由以斯拉主导，主要是建立圣殿礼仪甲教导人民律法。13年后，第三阶段由尼希米主导，重点是重建城墙。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甲城门被破坏，就为人民无遵守诫命，呼求上主赦免，佮亲自带领人民重建城墙，互因会当真正得到保护。对无共阶段的回归记录，
咱通看到受掠的以色列人中间，大多数是具备专业的社会精英，包含执行宗教礼仪的祭司、精通律法的经学教师，以及制作各种器具的师傅甲建筑工匠。受掠的历史看若像是受金毒、拆毁、破坏、推翻，实际上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回归者最后带着波斯皇帝的诏命，顺理成章倒转来故土，进行建立甲栽培的工作。虽然重建的过程漫长，佮充满挑战，但是以色列人还伫上帝甲伊的仆人带领之下，一步一步奠定基础，佮找回家己身份的意义。以斯拉记第8章详细记载，跟随以斯拉回归的宗族领袖名单，除了一般民众，特别讲到祭司甲利未人，这个圣职人员按照以斯拉所规划，整体启动耶路撒冷圣殿所需要进行的礼仪。所有的礼仪拢是为着坚固族群的信仰基础。伫圣经中，咱通看到以色列人主要透过律法甲祭司的圣职角色来规范族群的生活和信仰。伫以斯拉记中的几份名单，其实暗藏一寡玄机，譬如讲，第8章的名单诚做重要伏笔，甲第10章记载遐个带外族女子的名单相对应。安尼的铺陈形成强烈的张力，凸显名字所代表的身份是真重要的。这个值得珍藏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有血有肉的性命所面对的挣扎甲矛盾，原咱找回身份的意义，互名字毋简单纪念父母对咱的期待，也书写上主带领咱行过关山甲峡谷的故事。默想，就算以色列人经历久长的受掠生活，当因会当回归故土的时，有一群人已经做好准备，要为主所用。若安尼，身为基督徒的我，是毋是清楚家己的身份？我安怎承接信仰诚侪下一代的祝福？就算以色列人经历久长的受掠生活，当因会当回归故土的时，有一群人已经做好准备，要为主所用。若安尼，身为基督徒的我，是毋是清楚家己的身份？我安怎传承信仰诚侪下一代的祝福？咱来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主，当我借由历史看见你的带领时，袂禁得赞叹你的美善甲智慧。求你坚固我的信心，互我的性命绽放美丽的信仰花蕊。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